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银行。年底了，这个银行的事儿银行的新闻都很多。咱们这一期聊聊银行。这个华夏时报昨天刊登一篇文章，叫河北村镇银行1个月内消失逾20家，就是河北的村镇银行1个月少了20家，怎么少的呢？当然，目前咱们村镇银行还没有破产的，都是叫兼并、重组或者叫吸收。这个华夏时报报道说村镇银行正在加速消失。12月18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披露说，河北金融监管局对武安村镇银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华山村镇银行解散请示进行批复，同意2家银行因被收购解散，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员工以及其他各项权利义务由收购行披露可见，武安村镇银行由邯郸银行收购，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华山村镇银行由承德银行收购。华夏时报记者据公开信息透露，本月河北地区已超过20家村镇银行因改革重组消失。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速度将加快，村镇银行数量将逐步减少。这个月河北金管局接连发布多项披露，一共涉及20家村镇银行改革重组，这一数量远超去年同期。16日，河北金管局同意河北邢台农商行吸收合并邢台市信都区邢农村镇银行、邢台任泽区邢农商村镇银行等4家村镇银行。后面这个再往前推7号，再往前推4号还1号分别批准了10几家村镇银行的合并。当然了，这一银行消失不是真的消失，而是被他的大股东上面的城商行给他兼并吸收了。实际上，村镇银行被收购后多改制为主发起行的分支机构，即村改支、村改分。这一过程通常是由主发起行吸收合并村镇银行，承接其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并将原有村镇银行的员工转入，继续从事相关工作，确保业务的连续性和人员的相对平稳。该方式将村镇银行业务纳入主发起行直接管理，有助于增强村镇服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有效率地推进改革化险。记住了，叫化险，村镇银行要化险，什么意思这就说明村镇银行危险了，所以主动把它吸收了，化险。村镇银行改革化险，力求1+1大于2，这个想法是很美妙的2个银行加一起就大于2。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是当前一项重要工作。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农村中小银行监管司此前曾表示，要加快推动农村中小银行兼并重组，减少农村中小银行机构数量和层级，加强集中统一管理，因地制宜优化机构布局，重塑经营机制，促进风险持续收敛。就是风险持续收敛，以及过去的风险太大。河南村镇银行这个事情还历历在目这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所以现在主动的对村镇银行要化险，明白什么意思了吧？他说，当前的数据明确显示了这一政策倾向。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公开数据，截至2024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总数为1425家，较2023年6月末减少了136家，其中农商行数量由1606家减少至1577家，减少29家；农信社数量由545家减少至483家，共减少62家；村镇银行数量由1642家减少至1620家，共减少22家；农商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共减少113家。实际上减少的还不够多通过吸收合并，可以有效解决部分村镇银行存在的资本不足、风险管理能力弱等问题，避免个别村镇银行风险外溢，进而维护区域金融市场稳定。一位银行从业人员告诉记者，实际上这个就点出了村镇银行的问题在哪儿？资本不足、风险管理能力弱，很有可能风险外溢。还有这村镇银行的资产不良率高，也就是坏账高抗风险能力还弱。吸收合并并不仅有助于提升村镇银行自身的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也为主发起行和地方金融稳
定提供了有力支持。一方面，村镇银行可以借助主发起行的品牌、技术和管理资源，提高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主发起行可以通过村镇银行原有的网点和服务渠道，进一步扩大其在农村地区服务网络，更深入地渗透到农村金融市场，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这种改革方式不仅符合当前金融监管的要求，也有利于推动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让村镇银行更好地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合并重组的关键是要1+1大于2，全力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要对中小金融机构进行准确定位，推动中小金融机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中，中小金融机构有助于填补我国大型金融机构难以顾及的市场，从而优化和完善金融机构体系，改善金融服务不充分、不均衡等状况。要采取措施防范大型金融机构非市场化的过度下沉，给中小金融机构带来的挤出效益，推动中小金融机构真正成为多层次、广覆盖金融机构体系的重要部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特别是服务小微企业和农村市场的能力。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主要内容。这些都是官方说法，实际上为什么要急于把这中小，也就是这些村镇银行要吸收合并？举个简单的例子，对吧？这个东西烂了，如果你任由它烂下去，它不仅自己烂，它还能把边上的都传染上，那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找个东西把它包起来，让你看不见。吸收合并就是把它包起来了，改头换面，你不认识了。好处就是短时间内它不至于传染到别的，坏处就是这个上面的银行吸收多了，你纸包不住火，你包不了太多。一般的村镇银行啊，上面主发起行都是什么城商行或者上面的农商行等等，它这村镇银行都是到村一级的，实际上都是过去的叫农村信用社。也年纪大一点人知道啊，以前农村里面它没有银行，它叫信用社，就一个人或者2个人在人家里面，对吧？那都是为农民服务的。你去那儿贷款，贷个300、500的可以，然后你去那儿存钱也行，把钱存那儿，或者汇款也能汇到那儿，就是简单的一些金融服务，就是农村信用社。后来在这个基础上都改成银行，那个都是陈年旧账，烂账非常多。改成村镇银行之后啊，他就开始大面积的吸收农民的存款，然后把这存款他吸收之后，他还贷款呢，贷出去的钱很有可能回不来，对吧？这个就是风控措施差呀。他服务农村那些机构啊，那很多都没有相应的抵押物，有抵押物你也处理不了，他的管得不严，所以说恐怕有一大堆烂账，钱出去了回不来。你想啊，银行是咱们简单通俗理解，银行是合法的资金池，就是储户把钱放到这儿，放到池子里面，然后银行把这钱借给谁，不需要储户知道的。它跟信托跟基金都不一样，信托是这个投资人，就是买信托人，他知道我这钱投给谁了，投到哪个项目上去了。你银行的存款，你把钱存工行，你会关心工行说把我这个钱要投给谁，借给谁，这跟你没关系啊。所以说白了，银行是一个大的资金池。那好了，那村镇银行它也是资金池啊，它那个小资金池特别容易出问题，因为它资金池小啊，更容易爆雷。资金池越大，是不是爆雷的时间越长啊？因为它进出的资金特别多，反而周转腾挪的空间大。而那些资金池小的更容易干呢，更容易爆，一笔钱要不回来，它就爆雷了。为什么？你看村镇银行，河南的村镇银行5家爆雷，4家吧，还一家安徽的。为什么爆雷啊？其实不多啊，一共就200亿的钱回不来，它就爆雷了。那如果是一般的城商行呢，200亿不至于爆雷，能扛得住。而你看村镇银行，万一一家爆雷，就是火烧连营，引起好几家挤兑爆雷。所以你看看这么一说，你就知道解决办法很简单，把小池子和大池子合并起来，变成大池子，大池子就不容易爆雷，对吧？这个村镇银行因为10个亿回不来，恐怕就爆了。但是你说上面的城商行10个亿它不至于爆，100个亿也不一定能爆。所以说把这些村镇银行合并吸收，把所有的资产负债，把它的客户全部吸过来，池子放到一起，村镇银行就不容易爆了。把这村镇银行变成城商行的或者是农商行的一个分支机构，这个就是叫化险，就这么简单粗暴。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如果城商行拿了太多的这种村镇银行，他自己扛得住吗？100亿他不在乎，500亿呢？他自身还有好多问题呢，本来自己压力就大，他还得背好多包袱。所以一旦情况继续恶化，一旦这个上面的主发起行兼并的这个资产越多，不良资产越多啊，需要他处理的，需要他扛的风险越多，自己迟早也要爆雷，他那个池子也不够大，那只好是上面的几大股份制银行出手来消化吸收。股份制银行不行，那就6大国有行去吸收。6大国有行说我也没钱，那化债发债吗？然后给这6大国有银行充实资本金啊，这不是1万亿吗？你看就这么干。
河北一个月20家村镇银行被消化吸收，那就说明这20家银行都有问题。你让它自己再发展，再这么折腾下去，马上就爆雷，雷就响了，所以赶紧合并。这个金融一线报道啊，12月18号说，国开行、进出口行、农发行2025年将大幅增加发债规模，债券供应量预计将创造历史新高，远远超出市场预期。据悉，由于量比较大，3家行正在与承销沟通，打算趁着现在利率低，开年抢跑，加快发行。农发行这银行为什么要发债啊？发债就是募集钱，资金有缺口。刚才说了，这些小银行为了防止暴雷，村镇银行他们也发不了债，那怎么办呢？吸收更多的存款，池子里面有钱了，就不容易爆。那储户凭什么跑到你村镇银行存钱呢？凭什么跑到你什么农商行存钱呢？跑到你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存款，他只好给出高息呀，利息比别人高，对吧？你在工行存3年期的是1.8个点年化啊，我这给你2.8，照样就有人来了。你看啊，新京报报道啊，12月16号报道的，叫存款特种兵年末再现江湖，跨城揽储热，中小银行忙不停。就是这些中小银行高息揽储，为什么呢？池子里没钱呢。文章这么说的啊，他说时至年底，跨城存款特种兵再度出击。我最近刚去天津的银行存了70万，3年定期存款利率能达到 2.6%， 你看比工行的就多 0.7个点，工行还是 1.8 还是 1.9， 说 2.7% 的银行已经不多了。近期家住北京的王梦告诉贝壳财经记者，近期他看到一些外地银行存款利率明显高于北京地区大中型银行的存款利率，因此便加入了跨城存款的队伍中。他说这也是我第一次跨城存款。王梦告诉贝壳财经记者，他此前尝试过投资股票基金，但以亏损告终。我也没什么其他投资途径，因此只能回归存款。这个王梦啊，他的理财方式倒是对的，就是不行就存款。但是啊，他为了多那么0点几个点，他要跑到别的地方跨城找个小银行去存。按理来说风险是不大啊，不是特别大。但是啊，你要赶上了，你要赶上河南的村镇银行暴雷，最后即便给你赔了，你不也掉一层皮吗？多那么一个点0点几个点的，至于吗？你不值当啊。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就是即便啊有存款保险，即便最终你通过维权这钱拿回来了，这一番折腾我估计不是大家愿意所发生的，也不想经历。据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近期不少中小银行悄然提高了存款利率，其中3年定期存款利率可达 2.5%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有银行3年定期存款利率普遍不到 2%。重庆地区某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贝壳财经记者，银行将存款利率提升后，周边城市跨城存款的客户确实有所增多。当前银行存款利率处于下行通道，较高利率的确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户存款。今年存款利率不断下行，中小银行确实面临存款难的现象，因此部分银行提高利率进行揽储。有业内人士指出啊，当前银行净息差下滑压力仍然较大，银行在揽储时也应量力而行，不可盲目追求存款规模扩张。你说说那些村镇银行，它本来的钱贷出去就不太好贷，然后它高息揽储，那你说不就加剧了这个村镇银行的经营困难吗？就是它成本越来越高，但是收益越来越低。这个华夏时报这个新京报啊，他说啊，往返城市之间的存款特种兵花100多元的路费，却能多出上万元利息。我看到有人分享从北京到武清的哈尔滨银行存钱利率比较高，于是就有了这次天津半日行。近期王梦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武清地区的哈尔滨银行3年定期存款可以给新客户高达 2.7% 的利率，这比当前北京地区大中型银行3年定期存款利率不足 2% 要高出不少。这让他决定第二天就动身前往武清存款。天津的武清，它的哈尔滨银行，你说说，这个城商行吗？跑到天津武清开了一个分支机构，揽储揽到北京去了，你就知道它问题有多严重。他告诉记者，由于银行对于新客户和老带新的客户各有5万元存款利率的优惠，因此他此行按3年定期存款 2.7% 的利率一次性存入了10万元。他还额外按照该行给老客户 2.6% 的3年定期利率标准又存入了60万元。2.7%
2.7的是存10万元，2.6的存60万元。贝壳财经记者以储户的身份电话咨询了王梦存款的银行网点，该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贝壳财经记者，近期跨城款的新客户较多，目前该行针对新客户和老带新存款利率优惠依然存在。这就相当于给他打广告了。那好多人跑到天津五清、哈尔滨什么银行，3年期2.6%啊，比工行多0.7个点。说前往异地办理存款到底划不划算？王梦算了一笔账，从北京乘坐高铁前往武清，再加上打车的钱，共计100多元。但这半日的旅程却让他的利息增加万元，也就是他70万的存款，3年能多赚1万块。这个可确实是精打细算的，存70万多赚了1万块。这当前北京地区大型国有银行3年定期存款利率普遍在2%以下，若以2%计算，此次天津之行可以让他的利息增加12900元。据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像王梦一样的跨城存款的特种兵并不在少数，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不少储户分享了自己往周边城市存款的经历。一位网友表示他近期借着出差的机会，从成都前往重庆异地存款。说近期我们也接待了不少来自成都、贵州等地的异地存款客户。一位重庆地区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贝壳财经记者，目前该行的3年定期存款利率最高可达2.75%，但需要存款100万元以上，5万元以上则可以享受2.7%的利率。但利率较高的存款仅在每周一释放一定额度，一般不到周末额度就会被抢光。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进入12月以来，不少银行悄然回调存款利率，这个都是小银行啊，村镇银行，什么河南江城农商银行，都是各地的农商行啊，把这个3年、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的存款利率略微上调，目的就是吸收存款。他说，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还有不少银行部分定期存款产品利率高达2.4%以上。如江苏无锡西商银行12月6日发布的公告显示，该行一款3年期20万元起存的大额承担明星产品，年利率能达3%。贝壳财经记者在新安银行手机 APP 上看到，该行3年定期存款利率可达2.9%，辽宁振兴银行3年定期存款利率可达2.7%。此外，中关村银行2年期存款利率可达2.4%。近年来，中小银行揽储也是存在难题，而年底年初是资金需求高峰期，因此年末年初是银行揽储旺季，但同时银行揽储竞争会更激烈。有银行业内人士表示，提高存款利率是中小银行吸收存款的一个方式，但在当前银行净息差依然承压的大背景之下，银行也量力而行。银行存款成本居高不下，一方面是受经济大环境影响，居民投资风格趋向保守，存款定期化、长期化趋势明显。尽管个人存款利率持续走低，但个人存款成本率却不升反降，不降反升啊。另一方面是企业活期存款利率上升，也推升了存款成本率走高。在业内人士看来，商业银行净息差承压的当下，高息揽储不可持续，明年存款利率或将持续下降，存款利率明年将持续下行，已成业内共识。而近期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亦明确，明年将适度降息，这也预示着存款利率将持续走低，为贷款利率下行腾挪空间。实际上，中小银行现在都在走盲目扩张的道路，就是存款要多少，对吧？资产要多少，贷款要多少。小银行都想做大，都有一个做大的梦，那他就不停的扩张，不停的揽储，不停的放贷款，实际上风险在急剧放大。刚才说的都是一些城商行高息揽储，那这些城商行它又要吸收合并它下面的那些村镇银行，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些银行老是缺钱，因为它那个池子没有水就干了，干了就要暴雷。我刚才说了虽然这些银行都有存款保险，你存50万以内没有风险，但是如果你赶上一次你就为了0.几个点，你要掉一层皮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存工行的原因，不操心。你看那个储户一共存70万，3年只差1万多块钱，你存了70万，一共才差1万2，那合着1年就差4000块。但是万一你赶上这个哈尔滨银行出问题，对吧？你得多焦虑你的白头发都多少如果人家痛痛快快的认了还好，有的他还得说你这个不是存款是理财，就像那个河南村镇银行一样，那你不就傻了吗？所以
所以你还得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你说何苦呢？把村镇银行当做这些城商行的末梢神经末端，这些末端都在烂，对吧？问题越来越严重，那是他的发起行只好把他们吸收合并，自己消化，他就需要更多的存款，他要把池子搞大。我们再看点新闻，你就知道这问题有多严重。这个是财联社报道说，起拍价再打7折，武汉农商行大额股权多次流拍，增资扩股补血需求较大。他这讲的是武汉的农村商业银行它的股权拍卖。他说今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2笔大额股权开拍。值得注意的是，该股权此前因无人出价而自行拆回，流拍多次，对比首轮拍卖的起拍价，目前相当于打了7折。业内人士表示说银行股权拍卖能否最终成功出售，与其自身股权结构、股权定价等因素有关。近年来，投资者对入股农商行的意向不高，而武汉农商行也于近期获批定向募股，这将有助于增强其资本实力，有望提升该行金融服务能力和风险防范化解能力。阿里拍卖平台上2笔武汉农商行的大额股权开拍，一笔是由武汉武钢北湖经济开发公司持有的4399万股武汉农商行股权，另一笔是由武汉占善志高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2932万股武汉农商行股权，起拍价6698万元。2022年12月，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武钢北湖公司破产清算一案，随后该公司管理人拟进行对资产进行处置，对旗下所持武汉农商银行股权进行拍卖。该笔股权评估价1.45亿元，但经过3轮流拍后，起拍价已降至1.04亿元，折合每股2.68元，折合每股价格相当于评估价7折。此轮拍卖将于明日结束，截至发稿已引来5600次围观，但暂无人报名出价。什么意思呢？就是武汉农商行这股权打7折卖的没人要，这个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0年前只要搞银行，那些民营企业就脑袋都要参加，成为银行的股东。你看恒大控股盛京银行，对吧？还有那个包商银行谁控股啊？哪个城商行那10大股东里面没有民营企业啊？你看那民生银行大股东是放海集团、放海控股，还有什么东方集团？为什么民营企业都削尖脑袋进入金融业？现在呢无人问津，这是武汉农商行这股份无人问津，就说明资本不看好你这银行有危险，你打7折人家都不买了。像过去这种只要有人卖，那人家都是加价买，这个就相当于武钢北湖公司，对吧？在这笔投资赔了30%，关键现在还没卖出去啊，这就说明大家对这种农商行这种资产不看好。这个武汉农商行还缺钱，现在定向募资，对吧？也有人往里投钱，才能让它活下来。对于武汉农商行而言，定向募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贷款能力，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强化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关键的是，要通过良好的经营和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将银行的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你再看下面的新闻啊，说武汉农商行还在近期获批收购控股海南琼中长江村镇银行、海南长江村镇银行。目前武汉农商行持有这2家村镇银行股份比例28%和21%，均为第1大股东。武汉农商行自己要募集资金，自家缺钱，完了他还要持有这个2家村镇银行，你想想。所以这就是你看国有大行它可以通过国家发债增强它的资本金，充实资本金。这些农商行呢只能发债，要么就是发股募集资金，还有一个途径就是高息揽储。高息揽储也不容易啊，因为很多人都要往工行存，对吧？正因为资本不看好这样的农商行、城商行，因为他们的窟窿太大，这个纸是包不住火的，所以他的股权打7折的无人问津，就这个道理。咱们节目前一阵子还聊过西安银行，连财报都整不明白。西安银行员工薪酬第3个季度累计的居然比前半年还少2.7亿，那合着第3个季度7、8、9 3个月，西安银行员工是贴钱在上班，这种低级错误都能犯，你就说明这些银行都是草台班子。也就是说村镇银行合并的越多，说明问题越大。作为发起行、城商行、农商行，他们自己扛到什么时候，能扛多久，这都是问题啊。再结合一下房地产在下行，韭菜按揭贷款押给银行的这个房子也在贬值，实际上银行的风险敞口越来越大。韭菜一言不合就攒钱还按揭贷款，提前还，把银行的优质资产都给还掉了。对大银行来说对那些股份制银行、几大国有
有行他们是钱贷不出去，没人要。哎，对那个村镇银行来说呢，他不仅钱，他现在不是钱贷不出去的问题，他是没钱，所以银行的问题非常大。你看现在房子卖不动，韭菜不去买房，就不去银行去贷款，企业主呢他也不去贷款，那贷款干什么呢？现在消费降级，你贷款不就是扩充产能吗？你扩充产能卖给谁啊？所以企业他不贷款。以前银行的大客户就是开发商，现在开发商倒是想去银行贷款，那银行不敢贷给他，那知道贷给开发商了，那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谁都不想去填这个坑。所以政府在搞出什么白名单了，这白名单的你银行就得贷，叫逼银行。然后现在咱们精致生产力、大数据、算力、什么芯片这些行业，它没法贷款，就是它没有资产抵押。哎，所以那个我记得咱们还报过，武汉还是什么地方银行搞出一个秘密贷款，就是你把你们公司秘密抵押出来给你贷款，你说这叫什么事？所以说银行现在贷款很难放出去，不是说他贷款贷不掉，是在符合风控的情况下他贷不出去，外面没有那么多抵押物，也没有那么多贷款意愿。想要钱的那些骗子，你不敢给他钱，他没抵押物啊，你给他越多越好，他跑了，对吧？那些手上有抵押物的，他不贷款，他不知道贷款干啥，所以银行的压力是越来越大。我在想啊，今年马上就结束了，马上这个1月份就有业绩快报，丑媳妇要见公婆。我看银行它这个业绩修饰啊，它还能修饰到什么时候？2023年银行的业绩都是营收和利润基本上是要么就双下降，要么就是增收不增利润，这收入还在增长，利润不增长，已经出现拐点。那大家都知道2024年难道比2023年要好吗？应该更差才对。所以我们对银行的这个业绩可以密切关注，它越掩饰越修饰，那明年它的雷就更大。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